每一天，牧师家己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7月初7，箴言15章30安尼讲：耶和华的目睭达所在之地，好歹拢得监察。三角来祈祷，目睭达所在之地，好歹拢得监察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愿满心敬拜你，阿罗你，你是全知、全能、全善的主，你的权能遍满全地，你的信实达到穹苍，你的慈爱永远直地。主啊，无任何代志会通你稳重。你监察人的内心，也明白愿一切的思想、言语、甲行为。主啊，因为你是全能的主上帝。主啊，你满有公义甲圣洁的上帝，你也是满有慈爱甲怜悯的天父。伫阮软弱的时，有缘扶持阮；伫阮跋倒的时，有缘等待阮回转。主啊，感谢你日日看顾阮，保守阮的性命，引带阮行伫你正直的路。主啊，因为你的目睭达所在之地，好歹拢得监察。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